新聞頭記者先來看這台北的信義區一間密室脫逃遊戲間，車站暗時是有一個扮演釣鬥鬼的演員，因為欠缺安全設備，這演員是真正去互鎖仔吹甲昏去。送病院急救，5天後有緣過身。台北市府是第一時間就下令業者停業，罰30萬。伊個其他2間分店也違反都市計劃法，分別是罰30萬、50萬。過幾日間，佫一擺到派出所，對家提過過失致死，家屬看起來是真沉重痛心。因為進前佇台北市信義區是發生密室解謎嚴重安全事故，29歲姓吳的查某員工，經過5天的搶救，終有恢復喘氣心跳，但15早起11點53分宣告不治。我們趕到醫院之後，然後我看到我妹最後一眼，我爸媽是基本上沒辦法講話，然後沒辦法睡覺，也沒辦法正常與大家溝通。當來看事件，在車站暗時的7點外，因為劇情的需求，姓吳的查某員工是演吊死鬼。無想到所發生意外，警方勘驗現場，初判應該是釣鬥的鎖仔，欠防意外的裝置和安全配套的措施，造成鎖仔在故障的時陣無法度家己脫困，結果煞變作真正釣鬥袂喘氣的意外。然後就當我站在到地形第3晃的時候，我就失去意識了。當時候我是嚇到的，如果我就這樣掉在上面，然後其實我應該那時候就掛掉了。要做同款工課的前任員工嘛出來講，在欠人力的狀況之下，干那一個員工出場，其他的工作人員嘛干那會當找人旁鬥看，使用的鎖仔嘛唔是專業的道具，干那是一般的麻鎖。另外現任的員工嘛講，捌幾下擺反映狀況業者煞完全無要改善。因為被害人死亡，因此目前法條改成過失致死。那在民事的求償上面，我們會相對應的去做關於財產上跟非財產上的提高求償的數額。目前當事的業者敢若透過聲明回應講，對應該負的責任因會勇敢承擔。嘛有台北市議員質疑講，這種密室解謎在相關條例內面，紅歸類做56號服務業的遊樂園。不過，迄當陣歸類的時陣，也無親像這種店家無定配套措施，甲打嘛無電塔開閘。我們文化局承擔這個責任以後，我們很快速的擬了幾個新的未來的做法。我們應該在今天會議做成決議以後，可能就開始啟動。那是今天做成決議。台北市勞動局嘛強調，案件是重大職災事件，已經照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，罰因相關代票30萬。另外2間分店嘛已經違反都市計劃法的相關規定，信義店因為情節重大，罰相關30萬；南京三民店罰10萬，加起來攏總是70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